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越講越有料。喺香港嘅娛樂圈裏面，唔少男藝人嘅感情史豐富到爆，換女朋友仲勤快過換衫。不過擺喺我哋呢位香港韋小寶面前，簡直就係小巫見大巫。咁樣同時交往3名女友，還能共處一室，每人每月50萬工資。佢唔單止雨露均，每週仲有1日休息時間。網友都好奇，究竟係點搞掂嘅呢？唔使講，佢真係識得玩。佢就係香港藝人鄧兆尊。作為一名演員，大家對佢嘅關注唔係佢演過乜嘢戲，而係佢點樣讓同時交往3個女朋友仲能一片和諧。呢啲唔係影視劇裏面先有嘅咩？其實呢啲都要從佢嘅出身講起。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個滿地黃金嘅地方，呢度有好多大富豪，而佢老豆就係其中一個。唔單止有錢，關係網都係四通八達，仲同賭王係朋友，可見佢嘅影響力有幾大。旗下嘅產業更加跨越多個領域，喺香港可以話係能呼風喚雨嘅存在啦。再厲害都有撒手人寰嘅一日，最終4個細路繼承咗佢嘅遺產。聽講每一筆都係以億為單位計算嘅，拎到遺產嘅鄧兆尊自然唔會缺錢花。然而佢曾經講過嘅一句說話，令網友瞬間就唔淡定啦。有次佢喺節目中向主持人哭窮，話自己好焦慮，因為自己嘅荷包當中就只剩下唔夠2個億啦。網友，即使咁有錢，人哋都唔係游手好閒，走入娛樂圈發展自己嘅事業，與其講佢係嚟工作，倒不如講係發展自己嘅興趣愛好。咁樣嘅資源雖然唔錯，但係佢扮演嘅角色都冇留低太多印象。好多大牌藝人都冇能夠將佢炒起嚟，儘管演藝事業冇引起太多關注，但係人哋嘅日常生活卻令所有男士都羨慕到不得了。2個人談戀愛，如果感覺唔啱，分手再換一個對象都唔係啲乜，但佢卻唔係咁直接，3個同時拍拖。一般嚟講，有啲渣男真係會咁做，但基本上都係偷偷摸摸嘅。事情一旦敗露，就會鬧得天翻地覆。不過出乎所有網友預料，偷偷摸摸根本就唔存在，直接擺上台面。仲要講4位相處得挺和諧，甚至能見到佢哋一齊出街仲笑咪咪，咁樣真係令人有啲摸不着頭腦。好多人1個女朋友都搞唔掂，而佢點解咁神通廣大？其實一開始佢都係做緊地下工作，喺3個女人嘅生活裏面打太極，時間長咗自然會有啲疲乏，或者係上天體諒佢嘅辛苦，乾脆安排幾個人一齊生病。咁一嚟睇下你照顧邊個，為咗能夠雨露均沾，唔得唔將佢哋安排喺同一場所就醫。既然都認識咗，乾脆就面對面見個群，熟悉下啦。冇諗到嘅係，幾位聊得仲唔錯，一開始聊病情，熟悉咗聊生活，最後先知道男方賣嘅住所，差不多都住埋一齊。既然都公開咗，就乾脆分配下啦，不偏不倚，每人2日侍寢，周日就空閒出嚟咗。幾個人共同提議，認為周日為男友嘅公休日，3個女朋友都可以體諒男朋友嘅辛苦，唔單止有公休，有時仲搞一搞家庭聚會。這每一家親，網友紛紛表示，你嘅作息同我哋上班冇乜分別喎，真係超級富豪硬生活成咗打工仔。不過佢可係要按時俾女朋友哋發工資嘅，1人50萬，按月發放，從不拖欠。女朋友自然係樂意，1星期工作2日，休息5日，工作唔攰，工資加倍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受到成長環境嘅影響，鄧兆尊係個堅定嘅唔婚主義者。佢好早就已經決定只拍拖，唔生仔，唔結婚。女朋友都歡喜接受，咁樣都醒咗，因為小朋友破壞咗3個人之間嘅平衡。
亦都醒咗將來有小朋友出嚟爭財產。佢仲唔止一次對女朋友表示唔會再有第4個女人出現。佢講到做到，佢秉承住只揾3個女朋友嘅原則繼續生活緊，甚至之後同三太太分手，佢都立即揾到一位替補，補上3號位上面嘅空缺，講好3個就係3個，多一個唔得，少一個唔妥。人哋就咁平淡又幸福咁生活緊，而家佢都年近花甲，仍然唔願意結婚，享受緊4人世界帶嚟嘅充實感，亦都難怪佢會揀唔婚主義。出身豪門嘅佢，好早便見識到咗人情冷暖，甚至親情喺金錢面前都唔值一提。佢嘅父母感情並唔好，而核心原因就係因為財產問題。媽咪曾經嘗試一次方法，將父親嘅資產為己有，尤其係喺佢生病期間，居然發現自己嘅資產喺不斷縮損，而背後嘅黑手竟然係自己嘅妻子。夫妻咁因為財產明爭暗鬥，小朋友都睇喺眼裏，咁樣令到佢哋喺年幼嘅時候就已經對婚姻產生咗錯誤嘅認識。作為4個小朋友中嘅老大，鄧兆尊更係對結婚產生咗抗拒嘅心理。媽咪對於家庭嘅背叛，亦令到4個小朋友對佢充滿怨恨，以至於後來鄧爸爸嘅葬禮都冇讓佢參加。鄧兆尊一直認為媽咪愛錢勝過愛自己。鄧爸爸過世之後，留低咗巨額嘅遺產，媽咪自然係唔會放棄。溝通無果之後，便將幾個小朋友送上被告席。自此佢哋母仔形同陌路，令到佢對於結婚成家更加咁排斥。為咗唔想重蹈覆轍，佢決定唔結婚生仔。唔結婚就冇背叛佢原本以為同媽咪呢輩子都唔會再有交集。但係鄧媽媽年紀大咗，腿腳都唔靈活咗，需要細路地照顧嘅時候，佢又主動聯絡咗幾個細路。畢竟血濃於水，冇解唔開嘅仇恨，佢哋之間嘅隔閡都被逐漸修復咗。之後佢哋都經常一齊去探望已故嘅鄧爸，一齊生活之後，鄧兆尊4人世界嘅事自然係瞞唔過鄧媽媽嘅眼睛。出乎意料之外，鄧媽媽對佢哋嘅做法舉雙手贊成，真係有其仔必有其母。鄧媽媽仲多次喺同仔仔嘅聊天中提到，一定要堅定立場，千萬唔可以因為一時糊塗行上結婚呢條路，唔係你後悔都嚟唔及。不過呢種日子都冇持續好耐，就喺前唔久，鄧媽媽被病魔帶走，仲留低咗一筆巨額嘅遺產俾幾個細路。拿到呢筆錢，鄧兆尊嘅身價更加係翻咗幾番。無老無細，但擁有咁巨大嘅財富，生活唔知人都講唔過去。可以講佢活出咗所有男人夢想中嘅樣子。然而現實生活中，佢卻並唔似我哋睇到嘅花花公子。佢唔會刻意去住啲昂貴嘅奢侈品，而係同普通人冇咁大嘅差距。佢嘅住所被網友話平平無奇，但實情根本唔係咁嘅。由媒體拍到佢屋企嘅相中，睇唔出啲乜嘢豪華氣派，完全係普通家庭嘅 feel。不過細心嘅網友就唔同意呢個觀點。喺佢哋眼中，雖然佢屋企裝潢風格比較簡樸，但用嘅家具卻全部係真材實料嘅奢華品牌，每件都值錢到不得了。網友仲感慨，豪門世家嘅世界，我哋真係唔懂。到而家，好多人都仲好關心佢現時嘅生活狀況，尤其係佢嘅4口之家。大家成日問佢會唔會因為年紀大咗就考慮結婚生仔。問題上，佢總係直接回應唔會，甚至開玩笑話，如果取消一夫一妻制嘅話，可以考慮下。佢嘅生活充滿咗爭議，但隨住時間流逝，大家已經唔會好似初頭咁熱烈討論。係佢自己揀嘅生活，我哋冇權利干涉，因為每個人成長環境唔同，觀念亦都有分別。但係正確嘅價值觀，我哋應該宣揚，唔好嘅就要摒棄，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分寸。